车头百年是保元貌，乡亲对伊是感情高。火车少年是坐甲老，感谢伊伫咱身后。咱今仔行到这就是大山火车站。大山火车站呢，已经是113年的火车站啊吼，就是大正11年海线开通的时阵，就有这个火车站。咱即摆来看这个壁吼，这咱就做边仔壁。边仔壁内底呢，伊就是用竹米啊，稻草，有粗糠，佮有土石灰，搅啊，阵甲糊咧吼。听讲啦吼，就是冬暖夏凉。咧查的这验票靠台湾的火车站，即摆已经根本拢无啊。但是大山火车站保存着原来这个验票靠。咱即摆到这个所在，要互大家看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全体吼。你看伊这里有一类牛目洲，其实这是迄巴洛克式建筑内底拢有的吼。你看即摆厝顶迄个乌叶，厝顶迄乌叶厝较早就是安尼啊，当这是下水拢考虑了真好的，100几年前就是这种乌叶，到即摆拢共款，拢还阁这种乌叶。对这个文化方面是一个占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伫啊。这还是一个农村家户拢有种一寡西瓜啊、红瓜啊、番薯啊、土豆啥物货安尼。啊，这物件要销去倒，大部分的人拢是销去德南。所以德南要哪去？坐火车嘛。这呢担真济，迄阵呢就是爱帮你的担甲你的人共款，就是爱买车票才会使上车。你若担伤济边啊，就拜托学生啦，拜托这旅客，你甲我斗官数啊，你甲我斗官一岁安尼吼。所以像阮细汉就是爱斗担去德南，德南了后吼。坑落了后，才紧坐翻头车，坐倒转来大山骹。对大山工人来讲，大山火车站是非常重要。即摆来到这个所在是叫做苗栗后人外埔渔港。苗栗讲起12个渔港内底算上大个。这个渔港因为苗栗这个所在潮汐，就是这个水流拢足大个。所以伊这叫做潮汐渔港，就是讲水若入来，渔船才有法度出去；水若退，渔船嘛无法度出入就对啊。碰时遮咧掠鱼啊，当然真济啦，像白鲳啦，还是乌仔啦。寒天人就是掠乌鱼，那热天人就掠迄个母仔。但是母仔有限定袂使黑白掠，伊有一个时间才会使掠。因为迄是保育。这个所在看是一个安尼小渔村，但是这个小渔村来讲起来，是一个足有人情味的。咱来到这的时阵，一定要食当地的渔产。第一，咱在地鱼啊较实在。搁来，因为这嘛有迄个石湖，嘛有咧看顾。那来到这个外埔渔港，有通食海产，搁听看人咧掠鱼啊。但较下晡时啊，就会使看迄个夕阳。若亲人来遮迄上赞。咱这是德南镇阮来我海口这海边啊遮为龙凤渔港甲咱中港溪的北边遮，总共有5.6公里。这个环境就是较早讲的叫木麻黄就是即卖的迄个木麻树啊，过来有一种就是高乐啊，高乐啊就是黄锦。营建署就评鉴咱家叫做西海岸保存最完整的黄蜂林。阮这片黄蜂林内底，有足侪迄个知识紫斑蝶幼虫，伫遮生伫遮，偌济咧，足水的。咱环境遮的咱有来到大山骹这个野头遮来佚佗的遮朋友然后有时间会用顺续来咱德南遮。为大山骹到遮才有10外分的车程，来这个所在行，日时白天来嘛袂热这个黄蜂林内底真凉欢迎大家来佚佗安尼。